请观赏《误我青春20年》。咱两老，咱国外的日子也无偌济。是，拢老。我知影，你20年的青春，我甲你毁掉。但是，我保障你好，你留落来，我保障你好。20年的日子，安怎保障我？是，我知影我无法度通保障，但是咱要有这份爱，咱爱珍惜。较早咱少年，咱袂晓，咱要去珍惜。你晓珍惜的人是我。是我，我要求你留下。这拢想啦，我袂为着你留落来。有得甲人斗阵的日子也无偌济。莫找什么借口叫我留落来。OK，我有讲过，我这一遍来，并不是为着爱，我无可能留落来，这破坏我的原则。无得讲，是无得靠有一天我会倒转来。不过迄时阵的心情，甲即摆无共款。安尼也好啦，但是我一定会去找你。即摆上挂落的就是，我要赶紧找到陈太太，会当证明讲我的囝是生也是死。是你，你是王先生吼，王家清。你电来来哦。是啊。咱雇佣迄个产婆哦。是啊，是我啦，是我忘唔掉。已经20几年啊。20多年啊。我若无听玉萍来讲起你，我嘛还袂要来看卖一个。
有影，王先生，这几年来，我为着一件秘密，我一直咧找你，甲白如卿。白如卿，是啊，白如卿也咧找你，你是毋是有讲讲白如卿的后生还阁活着？是啊，确实嘞。啊，是安怎是？人拄好转去台北啊啦。袂用的，王先生，我无论安怎，一定要将这场秘密紧来甲伊讲。你敢知影伊即摆台北到底什么所在？请入来。如卿，你是？陈太太啊，你会记得无？20几年前，我替你接生迄个囡仔，迄个产婆啊。我一直咧找我嘛是共款。今仔日一透早，我就去找王月清王先生，才对你的查某囝秀秀遐，知影你到这的住址。我听讲，我的后生无死，敢有影？是真是的，我今仔日来，就专工要来讲这件代志的。那你，伊即摆是伫咧什么所在？你知影？如今，伊就是王月清的大汉后生王子文。是啊，是子文。这要哪会？这是无可能的代志，这要哪有可能的代志？那你是当作是你抱的迄个囡仔到底是？如卿，你还会记得无？伫20几年前，你来昏倒伫咧路边，去有一个人甲你救来我遐。迄个时阵，你伫要求我，伫拜托我，甲我讲，假使这个囡仔若生落来，因为你无法度来抚养伊，希望我会当来替你找一个真好的家庭，来替你抚养这个囡仔，来请养。啊，真拄啊好。迄个时阵，王月清的太太秋华也伫咧我遐要生产，也毋过，因为迄个囡仔无够月，生落来煞来死。太太，啊，乖囡仔，哎呦，真啊，知影我生一个囝，我毋知偌欢喜咧，嘿，我的囡仔咧，啊，我的囡仔咧，我的囡仔咧，你的囡仔。你的囡仔已经死去啊！什么？我囡仔死去？我讲你，你骗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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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囡仔咧，秋华，秋华，你快点醒一下！我无骗你，我无骗你，你骗我！
想起着拄仔如卿所讲的话，我就安尼来移花接木，规气将迄个囡仔来交予秋华，因为这个囡仔总是爱有人照顾甲抚养，而且秋华所生来迄个死的囡仔，我来骗你讲你的囝已经死了。秋华，伊毋知影伊所抱转去抚养的是你的囝。这件代志，我隐瞒20几年，今仔日我会当来讲，互你知影，我也是挽救了一件心事。实在让人真想袂到，我以为死去的囝还阁活着，阁较让人想袂到的。伊是主本。是啊，我嘛将这情形来甲王家清讲，伊知影真相了后，伊家己嘛足艰苦。天，为什么要发生这款的代志？23年前我欠一个白鹿卿，23年后。你搁叫我欠一个罪，这个囡仔自细汉到大，我唔捌听，为什么上天你要安尼处罚我？这是为什么？当时，伊为着伊家己的行为来气甲愤怒，所以伊毋知毋敢来面对你。若无，伊是要甲我斗阵来看你，想要伤害别人，想要去报复，结果所伤害的是家己，还阁差一点仔。去伤害着另外一个查某囡仔，好佳哉，一切拢过去啊！希望大家拢会当平安，也希望真紧，我就会当甲我的后生见面。啊，姨啊，罗庆，王阿清甲我讲，主文即马人嘛伫台北，阿公嘛来咧找伊。你会咧去讲一个啥物叫寄养的人的厝去遐看吗？这是交予我住址，叫我提互你。我怎样想，拢想无。什么？我还袂看病。好。我今日做文讲，好，是主文倒来人开的吼。主强讲，王阿 baby 突然间严重去，叫伊继续甲做文讲。哦，大概是陈小姐来了啦。我来开。阿官，什么事啊？这个无看到你啊？会啊。安尼台北哪毋住兜哈？安尼咱嘛通好开讲一下。大英姐啊，当然是共款啊。啊，你遮尔无闲，我哪好意思教了你啦？讲啥物搅扰？当你会晓来台北，我足欢喜的啊。哦，即摆哪无共啊哈？即摆较高装，较高打扮啊。安尼就对啊，咱朋友看你足欢喜的。无啦。对啦，咱男朋友诶，伫内面上。无啦，伊昨来过一遍，今日就无来。哦，那呢，我带伊去食饭，先介绍我男朋友互你熟识。李萍姐啊，你男朋友姓啥？叫啥名啊？我毋是咧甲人讲过啊，见面才甲伊介绍啊。萍姐啊，我去毋知无方便无？讲啥物无方便，哪会？行啦，你若无去吼，就是看袂起我。顺续吼，你甲我鉴定一下，看我男朋友安怎？好啊，无咱先来去。嗯。阿英姐啊，阿
我们先来调。好啦好啦，好大做完呢。好，谢谢。要10分钟。伊敢真正会来？伊敢无来，我就甲伊绝交。绝交？你敢甘安尼做？讲真实的，自我出世到今哦，他嘛真心爱过一个查甫人。对我来讲，伊确实是无共。你敢知影？我若无伊，可能活袂落去。听你安尼讲，我最欣赏你的哦。我甲你哪会比起？我甲伊自细汉斗阵大汉，我嘛为伊付出真济。杨过两个，毋知有结果。会啦，我相信像你心肝这么好的查某囡仔哦，天公伯啊一定特别疼惜你。有咩啊？秀文，你来啊先。我等你做久了呢。来，来介绍你。我介绍，这就是我好朋友阿关，我男朋友王志文。住伫庄脚的查某朋友阿关，我毋知伊要叫我小弟，即摆来台北找我。真是的，小平，小平，别，你给我照顾有风险，我先等。阿关，你听我讲。啥物拢免讲，我拢已经知影。关，我袂怪，只是有一件代志，我袂无甲你讲。自从他连来讲，你爸爸一个旁边，我爱你，你就等我，莫互伊是大人心，甚至连要死啊，都记袂着你。关。小平。我怎样想，拢想无。我的心情可怕。阿关，你小囡仔真伤心啦！啊，他拄好含林小姐出去食饭，是真欢喜，怎安尼哭干呢？我心里才奇怪咧。真的啦，真的无啥物啦，只是受着淡薄仔无爽快的代志，所以感觉就艰苦的。对了，阿姆姐，我想较等我就要转来去。你毋是要等厝分开去同齐转去？
袂等，等嘛是白等。我厝诶嘛有代志，啊，亲爸人嘛无爽快，我还是先倒来。阿娟啊，我感觉你敢若无啥对当呢。无啦，我只是感觉我无应该来，我无应该来找主。阿娟，阿英姐，我即摆你也等物件看看呢，我看着要倒来去。你是？请问你是阿英信？我就是真实的，我是要来找阿娟的。哦，阿娟伊拄走。拄仔走。